今次係我人生第一次喺冇 social media 嘅情況下獨遊。咁啱 IG account 突然俾人封鎖咗，而造就今次咁特別嘅經歷。最初有啲唔習慣，但好快就發現多咗同自己相處、同自己對話嘅空間，冇咗要即時分享嘅壓力。我可以全心投入當下，體會生活嘅每一刻，慢慢感受風景、城市每一個細節。食物送到面前，唔使再等打卡影靚相，直接享受當下嘅味道。行街睇景都自由咗好多，唔使再為咗分享而分享。喺呢個社交媒體主導嘅年代下，你又有冇諗過咁嘅方式去旅行？大家如果有機會都可以試下挑戰，試下呢種感覺，可能你會發現另一種自在，可能你會一試愛上，從此翻唔到轉頭。不過講真，其實我今次只係被逼挑戰，而最後我都係忍唔住開返個 IG account，希望今次唔會再俾人封鎖啦。